5月就爱报税咯，今仔日拄好是劳动节，真侪民众拢休困，因着直接冲去国税局要报税。财政部处长李庆华就鼓励民众尽量用网络或者是手机这个线顶报税。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11万户透过网络完成今年的申报。你要证明他有这个做的。名号请到号柜台。国税局人真济，670万申报户都要特别注意咯。所得税申报5月初1开始，第一天拄好拄到5日劳动节休困，临柜现场人是客家杂统统，真侪人透早就来报税。早报税早退税，因为退休了，用年纪比较大，比较不会用那个。不然要另外请假哦。第一天蛮多人的，对呀、最后一天更多人。不过还好，一般报税都这样子。所以我们都很早就报税，我们都没有拖到最后。今年报税维持法定5月7日到31日申报期间，现场不少劳动人表示，也习惯是临柜报税。财政部是鼓励民众应利用网络手机报税系统，免到国税局走一转。提出轻松报税，也可能参加抽奖，头奖是现金20万。台北国税局中正分局客员报税人，现场专员详细教民众如何用手机报税。财政部处长李庆华顺时报税进行时透露，透早系统上线了后，已经有11万户完成手机或者是网络申报。刚才从这个系统的统计资料来看，大概已经有完成申报的已经有11万户左右。所谓资料查到服务，因为我们从4月26号就开始提供服务。到目前，就我所知，应该是已经将近有100万户的民众已经完成所有的资料的查调。李庆华也表示，今年基本生活费增加到20万支，民众应集会所得增加，同时网络申报增加，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，民众应下载检视所得，应交退税款资讯，真紧地完成财政部规划在明年成立，加速应变修版本，希望应更加便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